人的耳分為外耳、中耳和內耳，外耳的盡頭是耳膜，耳膜後面是中耳。Middle ear tympanic cavity 中間有3支很幼的聽小骨 （ossicle 錘骨）。Mollis 一頭連接耳膜和針骨 （incus 針骨連接燈骨 ）。Stapes 這3支骨把耳膜的震動傳到內耳。耳窩 （cochlea 表面的輪圓窗 （oval window）。耳窩有2個部分，3條互相90度伸展的半規管 （semicircular canals）。後半規管、上半規管、外半規管負責平衡。平衡的關鍵在於半規管內的耳水，正式叫內淋巴 （endolymph 內淋巴），亦連接一個袋囊叫隨緣囊 （utricle）。若半規管內有太多內淋巴，亦學術上叫 endolymphatic hydrops， 便會出現耳水不平衡，叫 vertigomelia disease。耳窩另外一個部分負責接受聲音，叫前庭 vestibule， 裏面也是注滿內淋巴，亦來自一個袋囊叫球狀囊 saccule 內淋巴，亦把聲浪傳到一束束的毛細胞 hair cell。前庭底部的毛細胞負責收高音，中間及頂部的毛細胞分別收中和低音。來自中耳耳膜聽小骨的震盪會引起內淋巴液的漣漪衝擊毛細胞，搖擺的毛細胞會引發電流，經聽覺神經傳到腦的聽覺中心，轉為聽覺，返回耳水不平衡。問題是半規管內有太多內淋巴液 hydrop 在此，一個叫 CFTR 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Regulator 機制負責管理半規管內的內淋巴液。稍稍解釋，半規管細胞的 CFTR 通道把帶負電的氯離子 chloride 崩出，本來半規管細胞內有同等份量帶負電的氯離子及帶正電的鉀離子 potassium。一旦半規管內有太多鉀離子， CFTR 把氯離子崩出之後引發細胞崩出鉀離子，結果半規管外面多了氯和鉀離子，又叫氯化鉀，而引發一個滲透作用 osmosis， 把半規管內的水排出，解除 hydrops， 也辯解除耳水不平衡。於是只要激活 CFTR 便能改善不平衡。原來 PPAR gamma 能提升 CFTR， 怎樣引出 PPAR gamma？ 煙酸 nicotinic acid 或更好的聚氯煙酸 inositol hexanicotinic